你講嗰啲點唱嘅真係一袋一袋黑色垃圾袋咁一袋一袋嚟，因為我用咗一個好，你話搞笑費，我咁講，我比阿 KK 仲廢當年，仲搞笑仲廢咁樣，當年就有廢過龍，廢到主任來不來3個月就叫我入房睇晒，你唔好咁講嘢，你咁我知好笑啦，但係你唔可以咁啊，就3個月又再嚟，喂，你唔好再俾我叫你入房啊！每一個 ins moment 就在每時每刻，歡迎收聽啟發一刻 Podcast， 啟發的旅程就從這一刻開始。啟發一刻，啟發就從這一刻開始。大家好，我是這一集啟發一刻的主持人萬里，好幾個月不見了。今天要來訪問的這位嘉賓呢，其實是我很小，剛跟他討論的時候說，可能大概是我6、7歲的時候就聽到家裡的那個播音器出現他的聲音，然後一直到大概10多年前，我也跟他成為同事，在一起演廣播劇。那可是這10多年來，其實我是沒機會好好的坐下來跟他聊天的。第一是因為他太忙，然後第二也因為我們在工作的那個過程當中，其實也沒什麼機會好好的聊天。那我們今天來的是我們的988的 DJ 陳峰。來，我要換頻道一下，因為習慣跟峰哥講廣東話，峰哥也要求即係廣東話。冇啊，我冇要求啊。唔係，你頭先話廣東話，我說華語也是沒問題。冇啦，我哋轉翻廣東話啦。1991年嘅時候，其實我真係好細，但係我屋企就有個麗的呼聲，可能好多人依家都唔知麗的呼聲係乜嘢。但係佢對我嚟講係一個記憶嚟嘅。咁我屋企依家其實我收集咗唔知3隻定4隻嘅音箱。要咁多咩？係啊，即係有一個前台已經4隻啱啱好一張台。錯係啦，因為係 stereo 嘛。有即係其中有1隻2隻都搵朋友改裝過，跟住變成可以用 Bluetooth 啊或者 USB 啊。哇，係啊，因為佢哋講當其時嘅音響嘅 speaker 係幾好。唔好啦 ，OK 嘅，mono 嚟嘅，佢唔係 stereo 嚟。係因為佢 mono 得嚟，佢有嗰種時代感啊嘛。係 OK。咁就係啦。峰哥係我自細就開始聽。但係你問我咩節目嗰啲咧，其實我真係唔記得。你可能你聽錯添，你將阿 Sean 嘅聲當因為我聲都講唔。但係我識分嘅。你幾歲大嘅啫？我識分嘅。咁我媽都會同我講邊個係陳峰，邊個係 Sean。然之後就係咯，咁多年嚟，即係同峰哥冇機會好好咁坐低。跟住頭先開始之前咧，製作人就講好似大聖心事，大聖心事唔係咁嘅樣。大聖心事即係我哋傾偈啫，我哋純粹嚟傾偈啫。歡迎峰哥。係我哋想認識下，即係如果透過你自己嚟介紹嘅話，陳峰係一個點嘅人？你會點樣介紹陳峰？如果今時今日可能仍然有人係唔識得陳峰嘅，唔識得咪有佢咯，即係我哋行出街好多人都唔識嘅。係啊，即係未需要識。但係真係有個人喺你面前啊，我想介紹呢位係峰哥，即係我電台嘅前輩。咁你覺得？我其實通常而家都會講我做廣告嘅。做廣告，如果你唔識我做廣告嘅，咁就 keep 住唔識咯。因為你我做廣播嘅，咁就係咩？咁係啊，你做邊度噶？咁你就好傷心噶咯，因為佢唔識我，咁我仲真係介紹佢，又唔識佢，再問深入啲。原來你冇聽嘅，係咁樣，或者你係受英文教育啊？其實都唔出奇嘅，尤其而家新。其實好多受英文教育嘅，佢哋知道邊個係陳峰，即係早期啲，即係翻嚟10幾20年前。而家後生嗰代會唔識咯，即係可能會通常就會拉住個阿媽就呢個就係陳峰咯，媽咪星期5聽嗰個咧，佢又喺度望咁嗰種感覺啦。即係其實陳峰都陪伴大家咁多年啦，但係雖然係廣播人，但係依家你會介紹自己係廣告人。認真，如果你真係要講要我認真去咁介紹，我咪講我係雙廣人啦。廣播廣告咯，兩個廣，咁就做廣告係我 full time， 做廣播係我 part time 咁。part time 係我由91年開始第一日到而家都仲係 part time 嚟嘅。
咁多年嚟都係 part time。係啊，你曾經以為你係 full time，冇做過 full time。即係你喺電台係一個咁嘅位置，應該都係 full time，即係每日。其實係因為出現得夠耐，夠耐性挨咁，不間斷咁做，所以你重複聽得耐，你會認為即是冇乜點離開過咁咯。咁我哋由廣播開始講起啦，即係91年到依家都30幾年，係乜嘢令你堅持咁耐？但係我相信中間你都好似都有離開過電台咁之類。停過年幾嘅，停一停嗰個時候，我自己都開咗一個好早啊！你講 podcast， 我諗我應該都係幾先鋒下嘅。10幾年前我都試過 podcast 嘅，咁開咗一個叫陳鋒.com 嘅，自己嚟玩下。咁但係之後又俾翻，即係俾嘅老闆又叫翻去咁樣，所以都冇停太耐，咁就翻翻去電台咁啦。但係你當其時開始呢個陳鋒.com 係嘛？點解唔繼續做落去咧？有 conflict 咯。你如果你喺電台，你又做 podcast， 咁第一有 conflict， 第二繼續做都冇乜時間。你自己貢獻唔到聲入去你錄影係冇問題，但係如果你初期嗰陣，大家個公司嘅概念 podcast 可能會覺得會唔會係威脅廣播嘅一樣嘢？但係而家耐咗都唔係嘅，大家 synchronize 嘅。即係我哋電台而家都有 podcast。但係一開始你係點樣嘅一個情況？點樣嘅一個因緣會入到去成為電台嘅一個 DJ 咧？但係咁多年，30幾年都係堅持。30幾年，係啊。因為嗰個時候我仲讀緊書，咁你一路都做緊 part time 嘅，做 KFC 啊，做乜嘢啊，洗游泳池，好多人都知我洗游泳池噶啦，以前。一個冷門職業，但係好好揾嘅一個職業。係啊，我唔知，我真係今日第一次知。因為你游泳池必須要去清理噶嘛，需要人去 service 個 swimming pool 嘅。好多人以為就係放晒水，跟住我就再放晒啲水，再入翻啲水，撞翻乾淨去。冇可能嘅，因為一池水一個細嘅 mini pool， 一個猛佬嘅 mini pool， 好似我哋呢個咁樣嘅一個細細地嘅範圍，10零尺，10零20尺成10尺。你淨係放水可能要放1日，你搭條喉擠落嚟，你3日後翻嚟睇下滿唔滿？即係佢其實比我哋想象中，尤其係 condominium 嘅水池，你就更加，如果你係入水嘅話，你希望佢落大雨幾日，你先有機會填滿佢，所以啲水唔放嘅。咁呢個題外話啦。咁我所以用嗰個期間就考驗你嘅耐性。因為一路嚟都喺中午嗰個時候，我已經喺度諗啦，我要入邊行，我好中意娛樂圈。以前我嘅中學嘅零用錢咧，大部分係花晒買 cassette 啊、CD 啊、cassette 啊。初就買 cassette 嘅，到 CD 出嗰個時候就死啦，點樣出 CD 啫，30幾蚊。我買 cassette 都買到我破產啦，CD 出嗰陣都送大鑊。咁但係我係好中意娛樂圈嗰個時候，好中意。跟住喺學校嗰陣又玩啲舞台劇。其實我嘅所謂嘅舞台劇又唔跟傳統嘅，我自己玩一啲自己嘅創作。學校嗰啲設施咁鬼差，乜嘢又舊又爛，又冇 sound system， 算啦，直頭就做牙豬啦，冇味做牙豬咯，自己拎啲劇式搭啲音樂做咗一套出嚟，結果喺學校爆紅，爆紅咗之後俾其他嘅 club 請佢演，演咗幾出之後俾其他學校請佢演咁，跟住第二年又係我負責又再做其實我演藝我 OK 嘅喎，係8幾年、88年、89年入咩演藝啊？喺馬來西亞，係機會唔大，淨係中意做創意，又唔 sure， 咁就好啦，做廣告啦咁。咁無意中有一年喺聽嚟都聲訪問啲話劇組組員，朱廣威都有啊，嗰陣其中一個，咁佢係啱新一批嘅演員，啱啱過咗訓練班畢業，好似叫咩第5屆咁之類咁嘅嘢，唔知第幾屆，我都唔知第幾屆。咁就膽粗粗，唔知邊度嚟嘅傻勁，因為嗰時候仲係比較含蓄啲嘅，就打電話係嚟啲呼聲，你哋嘅話劇組員係 part time 噶，收唔收啊？咁樣，嗰個電話 pass 過去，嗰人俾我哋嘅主任叫謝滿平，咁佢電話冇，我哋依家冇開訓練班啊，咁啊冇所謂咯。唔緊要，你過嚟傾，你過嚟見個面啦，咁樣。冇開訓練班，但係可以見面。佢話見面，咁我就好記得我一入去到麗的呼聲，我讀書，我放咗學，大概
6點零，我放學過嚟見一見你啦咁樣。咁我就放咗學，其實我諗住去見一見面。咁行入大廳嗰陣，見到黃麗娥嗰陣時候好出名 Miss Wong 啊 ，Miss Wong 我哋嘅節目總監，跟住見到阿 Son， 見到阿卓慧勤，見到就邊個阿佩樂，哇！因為好似嗰個時候見到明星咁樣。呢啲人其實都係你前輩嚟㗎。係啊，佢早我㗎。OK， 跟住就你入房傾啊。其實我印象中都冇傾上5分鐘。問我做咩要加入㗎？咩我都唔記得講咩嘢。我中意咯咁。好啦，入嚟啊，入去邊度啊？旁聽啊。旁聽我放咗學6點幾見你，跟住叫我直頭入去旁聽。我又未食飯，又冇。所以旁聽即係廣播劇嘅演員喺度演緊戲嘅時，你就乖乖咁坐喺，就叫我入去旁聽喺度睇噶啦。嗰個時候就錄緊武俠劇。跟住阿瓊姐楊梅玉你唔識？嗰時候楊梅玉係導演，咁佢哋有幾個就咁啊！第一日旁聽咯，一旁聽到10點幾，嗰個時候又冇手提冇嘢。跟住又冇同阿媽講到無啦啦失蹤咗咁樣，又冇食飯，哇好餓，跟住又，但係你又唔敢走啊，因為即係難得有個機會叫我旁聽啦，係嘛？嗰個邊敢走啊？嗰時候咁樣就出去旁聽咯。跟住你聽日再嚟啦，咁樣聽日又嚟啊？咁又驚又喜，唔知發生咩事咁。跟住第2日又旁聽，咁就一路開就咁旁聽咗1個月，就開始俾一個角色我試啦。咁我就冇經過訓練班啦。OK。你真係唔係第幾屆嗰啲噶啦，所謂，你係插班生。嗰個時候，咁就過咗1年廣播劇之後，就有喺無意間見到，其實因為我哋讀廣告咧，嗰陣讀廣告，我哋畢業嗰個時候要做一套功課嘅。咁嗰時候既然喺麗的呼聲，我就做一套係麗的呼聲嘅廣告宣傳，嚟當我畢業嘅作品。跟住咧就見到 Miss Wong 嚟喎，Miss Wong 同高原出現咯，帶住咧佢哋睇，我點解會嚟嘅？原來我主任識得 Miss Wong 嘅，但係喂嗰度有一個學生做你嘅作品，你睇下咁。佢 Miss Wong 都唔認得我，你做咩？我其實你哋廣告員嚟噶，我係話劇嚟噶咁樣。係啊，跟住就叫我有一日去 office 傾下，見下面。跟住你有冇做 DJ 啊？咁快嘅咩？你嘅過程真係。即係啲DJ 我好啊，跟住又叫李子霖係李子超嘅阿哥，嗰個時候佢係主任，你訓練佢啦。嗰個時候我就好 passion 啊。咁就嗰陣我哋全部預錄噶嘛，咁咪日日做 demo， 得閒就嚟做 demo。你做咗擺喺我台廊開嘅房啊，擺有一隻我好記得推開嘅房呢度有一個櫃，有一隻我哋錄咗嗰啲掘得 inch，掘得 inch 有分好多嘅，15分鐘、30分鐘，有幾大。錄咗就擺，我喺度擺到咁高，我都唔知有冇聽晒。好啦，唔使做啦，我睇佢聽咗幾餅嘅啫。跟住就安排咗一個節目俾我咯。咁就叫大情的腳步，逢新人都要經歷嗰個時間嘅，做半個鐘，哇，幾開心啊！做半個鐘跟住出咗啦，第一日喺度守住啦，喺度聽，咦，報慢字嘅咩？7點半。做咩？我節目半個鐘，7點半報埋字，報完咗之後，依家啲小朋友可能都唔知呢個係咩環節嚟嘅，即係跟住真係上個節目，我做咗半個鐘，原來播20分鐘就，OK 啦，都好啦，都幾開心啦。後邊冇播到咁樣，就好快做咗幾個月啦。因為嗰時候仲有一個叫鄭榮先生，鄭榮先生就嗰個時候有啲事，佢就暫時停。嗰個時候佢係當紅。有一個空中小妖差點唱節目好受歡迎嘅。係啊，我聽過鄭榮大哥講嘅，即係好多即係啲人寄信過嚟，係即係一個咕哩袋，係啊，會送入嚟。So 佢做嘅係華語，後來公司係叫我你試下做呢個啦。其實我諗呢一諗翻轉頭，可能大家都嗰時候，因為我記得有一幕，因為我開始做 DJ 嗰陣咧，即係我錄話劇咧，無啦啦。一路 on and off 有人走去個窗口度裝，跟住其他 DJ 上嚟裝，
邊條友仔咩雙俾佢做 DJ？ 我覺得應該係咁樣吓，公司有個 DJ 冇訓練班，跟住入咗去，跟住睇咗咁啊！我路下又睇到有人走入嚟咁耍下我咩啊？靚仔係佢啊咁啊？邊個俾有新人入嚟嘅？喺邊度啊？喺錄話劇嘅。因為我嗰陣係洗游泳池，我曬到好黑嘅，戴住一副黑框眼鏡，時時着格仔衫，坐電單車。我入去上咩嚟溫，人哋一開口同我講馬來話咁樣，真係好黑嘅嗰個時候。咁就咁樣開始咗，一做咗個點唱，因為我永遠有一個 mindset 就係，如果我做，我一定點樣做到最好笑，最好乜嘢。咁個點紅點綠點唱機，安咗個名叫做，就真係爆啦。嗰個時候真係爆啦，點紅點綠點唱機。都幾特別嘅名啊！嗰個都唔係我安嘅，應該係高原嚟安。你講嗰啲點唱嘅，真係一袋一袋黑色垃圾袋咁，一袋一袋嚟。因為我用咗一個好，你話搞笑費，我咁講，我比阿 KK 仲廢當年，仲搞笑仲廢咁樣。當年就有廢過龍，廢到。主任來不來3個月就叫我入房睇晒，你唔好咁講嘢，你我知好笑啦，但係你唔可以咁啊。就3個月又再嚟，喂，你唔好再俾我叫你入房啊。咁就係咯，做下就開多個節目俾我。星期日叫我做多一個節目，咁我就喺度企一個咁搞笑，我就做一隻感性啲嘅，因為嗰陣我哋都有聽香港嘅節目。顏聯武啦，陳凱琪啦，海琪的天空啦，顏聯武又傾心事噶啦，咩白韻琴啊，咩白姐姐的信箱咁樣，我哋懶有即係懶咁寫嘅信箱，係好近密咁。今晚你點樣咁樣？一路咁講述，係即係收到一封信啊。嗰個時候我哋就OK 啊，我哋都要跟啊嘛，跟過。因為嗰個時候邊個去香港錄咗啲帶翻好珍貴噶，我借你 Walkman 你帶住啊，你幫我撳咩台啦，你總之行我買幾多餅帶俾你，一路錄住啲電台翻嚟啦。即係當年係好珍貴嘅，呢種就仲要一個 Walkman，因為你冇辦法聽到噶，你係靠人哋，仲要啲節目，仲要專程搭飛機去到香港，邊個去玩？你麻煩你啊，你仲要幫你調啱嗰個，幫你撳喎。係，但係嗰個時候我就做咗個阿峰日記。咁就亦係咁懶感性做日記啊嘛，以前寫日記1993年3月15號晴天或者係雨天今日下住雨點，我就自己講嘅，講完咗播隻歌好笑，講下你今日有啲咩心情，你都係寫嚟啦。哇，竟然啲人好多心情啊，佢好多心裏邊嘅表示就寄信你咯。又係一封，到最後你都係讀唔晒個多個頭。結果我嘅阿峰日記，我自己嘅就冇講，反而講晒讀晒人哋嘅。咁讀下，即係兩個對比嚟嘅，因為點歌嗰個你就係好廢嘅，夜晚就感性嘅。咁就講下，自然會答兩句咯。哎呀，睇開啲啦，你其實可以咁做噶嘛，咁俾啲意見。幾愁嘅啲人，但係你當其時20零歲啫，係嘛？係啊。20零歲嗰啲意見未同大家嗰啲坐喺乜檔噏嗰啲一樣咯。係啊，唔好咁啦。其實咧，喺一段頗長嘅日子，你反而會更加受歡迎嘅就係咁嘅衰人飛咗佢啦。個男嘅出軌後邊背住你咁衰，飛咗佢啦。唔捨得，我哋都要盡量諗辦法講到佢同佢分手，同佢離婚為止咁樣。所以你當年都係咁樣嚟回應你啲聽眾。一般。所以其實你反而仲得到更大嘅共鳴。係啊，咁嘅衰人係咁嘅。但係到最後我發覺後來我覺得唔係喎，即係我自己都去再學習、再了解、再去明白更多嘅事。永遠一隻手掌拍唔響，你唔係話一個人嘅犯咗錯。即係老公出軌，首先你要諗，我唔佢可能都係好色，但係有好多人。佢好先生嚟嘅，以前同我好乜咯。但係我經我了解咗之後，自己嘅婚姻啊各樣，你就覺得原來兩個人拍拖係一回事，共同組織生家庭係一回事，生咗 BB 係一回事，係唔同嘅。跟住我開始講法唔同。咁
嗱，呢個1、2、3、3步驟嘅前段我有一個理解，我後段又有呢個理解。呢個理解嘅第一個段就係，其實唔一定係個個錯噶嘛。首先要問個老公點樣去出軌，如果個老婆夠溫柔、夠體貼，互相配合到。因為我亦曾經有一個朋友好死黨嘅，好好嘅，佢係一個專業人，出得街噶，你講朋友嘅嘢。得，因為我冇講佢係邊個，可能佢聽專業人士，有啲名氣，咁佢都有經，我覺得 share 樣嘢都 OK 嘅，因為呢個係超過一半以上嘅家庭會發生嘅，就係太太生咗之後，突然間對房事嘅興趣大大減低。明白。咁又為咗照顧孩子，自己身材各樣嘢都冇點樣照顧，甚至翻到嚟去攬佢老婆喺廚房，係啊，即係鋪喺度挨身挨細，我做緊嘢啊咁樣。咁平時房事大大減低咗好多。佢話有時候仲會突然間彈嗰句好搏多啲嘅，快啲啦。咁就之後佢就離婚。咁佢喺咁嘅情況之下，就喺佢公司裏邊有一個同事棘到，就咁發生咁嘅。但係所以我經我理解之後，好多時候就係被推咗出去之後，就揾唔到一個位置。你反而喺出邊，咁媽媽會擺好多心機喺個孩子身上。但係近呢幾年，我發覺佢仲有一個更深層嘅一個情況，就係我哋潛意識。我哋好多反應係同我哋嘅潛意識有關。嘅潛意識係來自邊度？好大嚿係來自家庭。咁喺宗教角度，佢唔止，佢仲再深啲添。咁嘅潛意識係我哋人85%到90%嘅每一日嘅反應、諗法、情緒，其實都係由潛意識直接反應。autopilot mode，或者你可以稱佢為小我。咁你幾時有幾強嘅呢個意識醒覺 aware 你究竟做緊啲乜嘢咁？呢個係我覺得，再更深層一啲你嘅反應。拍拖冇問題，因為到佢結咗婚生咗孩子有問題。點解佢生咗孩子之後有問題？因為呢個係佢喺記憶當中，佢由 BB 開始，大家認為佢唔識嘢，但係 BB 可以吸收好多嘢，包括咗睇咗爸爸媽媽點樣相處，入咗去潛意識。咁你未生孩子，佢咪用唔到咯？到拍拖好甜蜜噶，生咗孩子之後點解會變呢？生咗孩子之後，佢又冇上過課，去點樣去處理兩性關係，佢就會喺潛意識度勾咗呢個記憶出嚟使用。Unless 你有一個新嘅 input 去 override 咗呢個記憶，即係好似 USB 咁啦，植入咗一啲 file 之後，你有冇擺啲新嘅嘢落去，或者 uninstall 一啲嘢？係咁，你就要另外一個新嘅 input 同佢講，咁你正會有一個唔同嘅反應啦。咁你可以有一個意識去控制，你長久有一個新嘅 input，佢可以深植入去嘅潛意識，咁你等佢自動一個反應。但係呢個過程其實都係由你即係90幾年開始不斷阿峰日記咁去累積呢啲經驗去阿峰日記之後，電台開，因為我記得我哋去 FM 嗰個時候咧，節目經理陳容師係一個好有智慧嘅女人嚟，而家出咗家，做咗法師。咁我哋講，開電話，佢一路 hold 住，唔需要咁快開電話，我哋遲啲先開電話。咁我由搞笑嘅節目，有一日去，因為我結咗婚開始，結咗婚有 BB， 有一日陳容師就叫我哋，陳峰，你都結咗婚，有咗 BB 30零歲啦，係時候進入另外一個階段啦。咁咩階段啊？就唔好再廢搞笑噶啦，你係時候 move on 去另外一個。長大咗啦，你個仔噶啦，係叫我去朝早嘅節目。朝早節目時事，我哋睇報紙淨係睇娛樂版嘅啫。以前一打開個報紙，翻去後邊掹個娛樂版出去睇，前邊冇睇過。即係嗰個時候，除咗手上一兩個人，其他嘅嘢都係蒙查查，一概不知。係咁就，但係接受呢個諗法，接受呢個講法，就開始好啦，就做朝早啦。做朝早其實痛苦咗一段幾頗長嘅時間，所以嘅痛苦係點嚟嘅咧？即係因為對時事真係完全唔了解，完全冇興趣。第
第一以前冇興趣啦。其實所謂嘅冇興趣就係你活喺你自己嘅世界啫嘛，你就係關心你自己四周圍啲嘢嘅啫。但係你人長大，你所關心嘅應該要擴大嘅，係合理嘅。咁做咗呢個時事節目之後就了解更深入了解政黨啦、政治人物啦、大家之間嘅關係啦、朝野係點樣噶啦。呢個真係用幾年時間嚟了解，你唔係淨係讀知。仲要睇埋歷史啊、背景啊，之前發生咩事啊咁。嗰時差唔多係2000年定係仲係90幾年嘅時候。90尾到2000，即係電台成立咗之後。係96，咁上下。嗰時候就變，所以就我喺嗰個時候就20幾年嚟都喺早班，即係我早起咗20幾年啦。啊，咁但係嗰陣早6點，哇！後來之後，我話我停咗佢，叫我翻嚟嗰個時候，仲係入早班，我就講我要7點啦。嗰時候只係朝頭早，我載埋細佬哥，再有細佬哥翻咗學，我就喺電台咁樣，電台都接受啦。電台係為咗你去調整嘅，咁唔係嘅，我覺得你冇需要3個人喺6點到7點咯。就係啦，咁啊做到今日啦。但係即係咯，咁多年嘅一個早班嘅一個時事節目嘅一個累積，對你最大嘅收穫係乜嘢咧？所以點解你20幾年呢樣嘢真係做咗20幾年？嗱，我相信喺做呢20幾年嘅過程當中，其實跟住你一齊成長，俾你培訓，俾你帶過起嚟嘅 DJ 都唔少嘅。咁佢哋都 DJ 我冇帶，冇即係你朝早你都叫做峰哥啦，每一期都可能有兩三個，包括阿寶啊、阿大寶、阿神啊，佢哋咁多年嚟啊，佢哋都長大啦，佢哋都離開啦，但係你仍然喺呢個崗位上邊。有啲離開咗又翻去喺唔同嘅單位做嘅，可能佢要體驗啊咁樣，但係我可能就係一個唔需要去揾一個唔同嘅環境去體驗嘅人咯，即係還好嘅。我有人係要用唔同嘅環境嚟求變，我嘅睇法，當然你去到唔同嘅環境都係一種變嚟嘅，都係一種變。但係我喺同樣一個位置變唔到咩？其實都可以變嘅嘛。可唔可以講下呢個諗法？即係同一個位置，即係有人話你做一個行業，你點解要做幾廿年咯？即係你唔可以嘗試下其他嘅咩？其實個概念唔係咁嘅，因為我喺分享會時時講嘅事業分4個階段。你一開始出嚟就學習嘅階段嚟啊嘛。咁你學習階段你要被稱為專業嘅話，用幾多年啊？10年，10年一個專咯。跟住你轉行啊？唔係，咁又繼續咪係咯？10年後你轉，你第一轉行係好大鑊噶嘛。你又多10年就一個專啊嘛。咁你可以轉唔同環境，但係同一個行業都冇問題啊。其實即係對我嚟講，其他轉去唔同嘅地方做翻同樣嘢，我都覺得問題唔大嘅。即係我自己覺得，我轉去其他都係做翻同樣嘢嘅啫，個差別唔大嘅。點解我話我會做翻同樣嘢，唔會做其他嘅節目咧？咁樣，因為我有一個 belief，就係由專業再跳去另外一個階段係乜嘢咧？就係有影響力嘅一個人。咁你如果係你係唔同嘅行業或者唔同嘅嘢咧，佢個影響力會減低嘅。即係如果我係炒福建麵，炒咗10年一個轉，蝕咗啦，我不如去煮日本麵、拉麵啦，拉麵啦。你係咪想花更高嘅錢食一個老師傅30幾年嘅老師傅嘅拉麵咧？係啊係，定係要食一個3年、5年嘅師傅嘅拉麵咧？咁啫嘛。咁你話30年就一定係價值好嘅咩？都唔係，都唔一定噶。有啲真係係咁，但係嗰個老師傅30年嚟一路變，一路改進，一路改進，你咪越嚟越珍惜咯。咁佢嘅價值咪越嚟越高咯。直到有一日佢繼續變，大家又尊重佢，佢又願意教，佢又願意 share， 到最後佢成為日本嘅拉麵師尊。如果有拉麵工會嘅話，佢可能係主席。係咁就由影響力轉到去有改變能力一個行業。因為我哋都好想影響世人。你開呢個節目都係要影響其他人。係啊，你都係想人哋有所啟發。但係我哋嘅啟發係一刻嘅啫。
但係一刻都可以，一刻都可以一世嘅，係啊，一刻都可以一世嘅。咁你想要乜嘢人嚟同你分享？你可能喺某一個行業，你都好想揾一個好出名、好勁嘅人，守咗40年嘅人，分享佢嘅經歷。你喺個行業守咗10年，守咗4年，守咗5年嘅人，咁咯。即係你一定要喺一個行業裏邊越做越用心，越做越用心，一路進步，佢就會有專業跳到去有影響力，有影響力跳到去有改變能力。影響力就以由畢業去到專業。你問我，可能60-70%先都做到嘅，有一啲爛下就困日子過，就麻麻地專業。但係由專業跳去有影響力，可能會少過10%先嘅，可能得6-8%先。你問我，唔係個個人做得到有影響力，因為你由呢度去到影響力，你必須有耐性，你必須要有一路進步提升，去理解去明白嗰樣嘢，越高越啲，越深越滑。跟住你，尤其係你咁下下，原來推開，原來仲有咁大個世界噶咁，就好似以前我回答問題咪咁咯，當我推開嘅，唔係，原來仲有問題噶，我就以為到啦，其實未到啊，再挖落去，唔係，原來仲有一個世界噶，世界潛意識嘅影響，我再挖落去，原來仲有一個宇宙空間影響住你，或者係過去世影響住你嘅一個空間嚟嘅。但呢樣嘢唔可以喺電台入邊講到太透噶嘛，係嘛？係，因為世人會將佢當係一個宗教嘅迷信。但係我係將佢當係一個科學理解嘅一個睇法，一個 quantum science 嘅一樣嘢，或者 quantum science 再加心理學嘅一樣嘢。即係某啲嘅宗教學，當你再深入去睇嗰個時候，只不過係2000幾年前古文寫嘅心理學嘅啫。如果嗰啲某宗教嘅聖人，佢喺2000年正出現，佢梗係唔會用咁嘅文字啦。係啊，佢仲要加幾句英文添，可能會用小紅書添，佢會用小紅書嚟同你講解添。即係你唔好捉住2000幾年前嘅詮釋方法、詮釋嘅文字，亦都唔好咁守住一啲舊嘅模式，你就能夠跳出嚟去理解佢入邊嘅真理咯。我覺得係咁啦。咁當然峰哥頭先即係講到由專業能力去到影響力，再到去能夠改變嘅能力。咁我相信峰哥依家都已經係叫做有影響力嘅人。咁喺成個過程當中都做咗30幾年啦。你最想改變啲乜嘢？定係你睇住電台廣播呢樣嘢經歷咗點樣嘅改變？雖然當然依家聽電台嘅人買少見少噶啦，叫做咁又唔係喎。點解你依然又唔係喎？因為個調查報告出嚟，係冇跌嘅，反而有微增長啊。即係你問我嘅話，有2個原因嘅。第一，多謝我哋嘅塞車情況啦。咁我哋依然仲係聽電台啦。其實傳統媒體有一啲真係跌，係佢係咁睇嘅。佢譬如話你問我 Billboard 仲 work 唔 work 嘅？塞車塞到咁樣，做咩 Billboard 唔 work 咧？係因為早一排突然間好多人唔用 Billboard，即係誤解，一窩蜂跟風，冇去仔細去思考同埋去消化。傳統廣告唔得啦，我用 digital 咁樣，係將所有嘅資金移咗去 online digital，which is make sense 睇，但係當其時咧，唔能夠講 Billboard 唔 work 噶。除非你就講已經唔塞車咯，開始越嚟越少車，咁咪 Billboard 唔 work 咯。而家仲係咁塞車，Billboard 係 work 噶嘛？咁我哋塞車電台仲係 work 噶，仲係好多人聽。第二，好多人亦都懶睇新聞，好大批人係靠聽新聞，咁我哋所以仲可以行開我哋嘅資訊台咁樣。跟住好多人就話我聽歌 Spotify 嗰啲其他咪得咯。係啊，其實又唔係喎。當你聽耐咗之後咧，原來你發覺有一啲人係唔係好中意揀定歌嚟聽，佢中意開住 surprise 我，呢隻歌終於聽到啦，即係哇 surprise 有呢隻歌咁，但係你揀定晒之後，你預知嘅感覺又係另外一回事嘅。我自己又發覺有啲人嘅心態係咁啦。咁你話影響力，其實呢個節目嘅影響力，我只係借力平台。係借聽眾嘅力，
一齊影響其他人嘅啫。冇呢啲古仔就冇，即是佢係一個平台，大家必須要有呢個概念，就係我共同一齊貢獻。我只係做個中間專針引線，將啲嘢拉咗入嚟，咁嚟俾大家嘅啫。當然兩個節目嘅性質好唔一樣嘅，即係鋒哥朝早嘅早點up，需要大量嘅準備功課，需要好多嘅閱讀，了解成個事情嘅來龍去脈等等，跟住你自己嘅分析。咁夜晚嗰個節目咧，即係星期五嘅早上唔需要我哋太多分析，唔需要早上嗰個咁你又分析得太多有啲危險。咁你有時你都需要知道嘅背景，跟住係你點去 Q 啲嘉賓啊？有啲留翻俾時事評論。係啊，但係你都要 Q 到啲問題出嚟噶嘛？係咁呢個相對要做好多功課。係嗱，咁夜晚嗰個其實我記得我印象當中聽過有人講定唔知，可能係鋒哥你自己講嘅，即係點樣可以一個節目做咗廿幾餐？啱，連一支筆都唔使帶入去嘅，係帶一個好清醒嘅腦袋入去。咁就等電話打入嚟啦，聽眾講嘅問，最唔使準備功課嘅一樣嘢。係啊。其實佢唔係唔使準備，佢唔使準備入去節目，但係佢個準備係學習其他嘅時候嘅學習嘅準備啦。因為好多節目你需要知道，今日我節目上要講啲乜嘢啊，要帶啲咩俾聽眾啊。但係嗰個節目係冇嘅，完全冇嘅。係我就等啦。係啊。OK， 你咩問題啊？係啊。阿斷線啊，我聽下一位啦，係嘛？其實兩個節目咧，佢哋一個同樣嘅性質嘅，就係幾永恆嘅。暫時嚟講就係嗰啲資料係源源不絕，唔會斷嘅。即係尤其係嚟緊嘅，我覺得大家嘅心理問題仲多。一路咁早上時事節目，政治時事不斷發生嘅，係所以我個內容又唔會冇嘅。好似阿標面，我就好緊要服佢咯。因為佢還車小故事啊嗰啲嘢都會使佢自己 create 嘅，我服到佢，哇勁啊！你可以日日寫古仔喎，即係每個單又咩係啊，個單元一講字嘅啊，即係每一日你都即係嗰啲內容係要自己 create 嘅，我係順手黏嚟，跟住去睇，跟住咁樣嘅咁。我會覺得呢啲節目就比較可以 long lasting 啲咁解啦。但會唔會比以前難咧？因為好似大城心事咁，你依家需要面對 live 噶嘛？即係有時我拜五咁碌到啊 Facebook 咧都會睇，鋒哥今日咩表情啊？表情管理。以前可能即係我曾經都聽過鋒哥你猛震嘅時候，即係聽眾嘅電話嘅時候，咁可能當其時都未有 live。你可以七情上面好嬲啊，即係鬧翻對方。但係依家又對住嘅 ，OK 啊，都可以嬲噶，係都可以嬲噶。我自己有冇稍微做啲 good？ 唔使，所以啲人睇 live 就要睇真實嘅反應嘅啫嘛。其實如果真係仲會鬧人，係需要鬧，而唔係衝動鬧咗。係，咁係你自己識得分辨呢樣嘢。係因為呢個過程應該都需要，或者個節目效果應該鬧下都好嘅，已經係個 needs 啊咁樣。有時候大聲鬧嗰個時候係因為一個人當佢不斷咁當佢自己係受害者嘅時候咧，佢係嚴重處於受害者心態，佢個頭腦就一路慣上呢種有個慣上，你同佢傾偈咧，佢一定係慣上重複又重複。share 咗好多次俾人，我個故仔好慘啊！我點樣，我點樣一路，佢已經係進入咗一個自動嘅無意識狀態，就係我係受害者，好緊要深入認同佢受害者，就重複將佢嘅問題一路講，打嚟都係咁樣，哇！咁你咪冇咩咯，你咪咩？哎呀，佢基本上係嗰個時候你就需要做咁嘅嘢啦。我通常有兩個方法，一，你究竟有冇聽我講嘢？我嗰時候講咩？你講翻一次。你就會停咗佢個嗰個重複轉緊個餅帶，咁佢就會 jam 一 jam 停一停，咁我就考慮，再唔係咧，我就會大聲就打斷佢嗰個轉嘅模式，跟住我就要開始 get 佢 attention，停咗佢嗰樣嘢，去要，其實嗰個工作個功能就係我要切入去佢嘅思考模式嚟，入咗佢嘅腦裏邊，要 get 到佢 attention。
override 佢嗰樣嘢啊嘛。咁如果所以我講，如果我有用咁嘅模式嘅話，係因為需要，而唔係我衝動咗嚟嘅。有時我哋身為聽眾聽緊嘅時候，我哋都會掹震，我哋都會諗住幫你打斷佢。咁你咪喺旁邊嘗試訓練自己嘅耐性。我都要好耐性去聽啊。係嘅，有時我因為聽眾聽咧係有另外一個心態嘅。呢個故仔好似人咁話啦，下一個啦，快啲下一個啦。你哋聽嗰陣，有時係咁嘅心態啊嘛。有時會啦。我做緊嗰個時候就係因為佢仲未，我個 data 仲未入到佢嘅腦，或者甚至入到佢潛意識。我夾硬點都要逼一啲入去，我一定要種到一個種子入去，仲未入得到，所以我會重複。因為你傾耐咗，你會 feel 到，你會 sense 到究竟佢嗰樣嘢入到定係入唔到啊？但係我可以同你講80%入唔到噶啦，或者係入得到，即係嗰一粒咯。versus 佢已經種咗喺腦裏邊嘅99啦。我希望我一粒可以發芽，但係就係睇翻佢自己嘅姻緣噶啦。仲有第二就係我個對象其實唔係淨係佢嘅，我對象係出邊聽緊嘅聽眾。因為喺佢好悲傷嘅時候，佢嘅接受度係難啲嘅。咁有同樣 case 嘅人，當佢係旁觀者嗰陣，佢反而容易入。但係一樣嘢係兩邊咯。咁即係嗱，你當然啦，入到一粒，跟住或者係其他聽眾都係你嘅對象啊嘛。但係現場嘅嗰個人打電話俾你嘅，當你講唔聽佢嘅時候，你會唔會有無力感嘅咧？講唔聽，嗰剎那會有嘅，會有啲無力感嘅。但係我同佢可能佢緣分未到啦，對唔住啊，我同你 click 唔到，即係我同佢嘅 frequency click 唔到。click 唔到嘅意思係佢太強啦，自我保護太強，佢唔俾你入。你嘗試一路入，呢度入，嘗試一路轉話題都入唔到你又唔得咗啦，因為時間有限。我傾咗個10幾20分鐘都入唔到，你就要放棄啦。就你保重啦。電台嘅 time 都好寶貴。會有嘅，會有啲小部分我都 feel 到唔得啊，入唔到就 let go 咯，唔需要強求。但係你會唔會自己計時，即係睇翻嘅時間啊？會噶。我啲時都超噶啦，嗰啲廣告又俾我褪咗喺後邊啊，歌又俾我 delete 晒啊，咁樣。咁喺成個過程當中，你覺得最大嘅成就感有冇啊？即係或者你同聽眾咁互動咗咁多年嘅，最大嘅受惠係我自己，因為你唔可能經歷咁多嘢嚟解決人哋嘅問題嘅，即係話你唔可能要去經歷咗出軌之後，我哋答你出軌噶嘛？呢啲經歷我都冇。咁但係你為咗要回答佢，你必須要想象進入佢嘅狀況，思考佢嘅感受。咁你會同佢 connect。你唔同佢 connect，你唔能夠深入解決佢嘅問題。所以個 connect 就係你 I feel you 咯。其實佢哋真係有呢種情況嘅。咁你就開始體驗世間嘅苦，人係有好多個問題嘅咁樣。我最大嘅受惠咧，只係自己領悟啊，自己明白啊，最快最多先啦。咁樣，原來係咁嘅。咁你來咗，假設你聽得出軌多，第三者多，你仲敢出軌咩？你自己都日日聽到哇，你爽一下之後，你就後邊嘅大鑊嘢好多噶嘛。咁但係我覺得第二嘅就係，其實嗰個人撥電話嚟 share 佢嘅故仔，佢嘅功勞最大，或者係功德最大。因為佢願意將一個個人嘅經歷拎出嚟講嘅時候，你係用嚟教育或者感化其他人嘅。你睇嘛？嗰個分享，佢其實有好大嘅功勞。我用功勞呢個字，你幫助其他嘅人，佢可能嗰個種子入唔到去路，佢 get 唔到，但係有人 get 到啊。所以個功勞，人哋話你好幫到人，其實最大係佢，冇佢嘅 case， 我係喺從旁好似協助啊，去調節啊，去帶出帶入咁樣，嚟到最後係因為佢嘅 case， 其他人就有，所以呢個貢獻者係大嘅。
其實你都係借助大家嘅力量去累積你自己嘅功勞。咁我又唔好咁講，因為有時候會孭到唔覺意，係會噶，係多管閒事咁樣，係，有冇聽眾係俾你印象好深刻，甚至乎有啊，譬如話有啊，啱啱呢個星期五都有，早幾個星期五都有，啱啱呢個星期五。其實呢個60歲嘅女人打嚟，唔見阿爸，唔見阿兄弟，唔見，跟住我放低咯，冇啊，我放低晒噶，我聽下，其實一聽就已經知道 feel， 即係 connect 嗰個時候 feel， 你冇放低，講，後來就慢慢帶入去進入一個狀態嘅時候，我就話。你試下眯埋眼同我傾啊！哇，一眯埋眼講就一輪嘴喺度鬧，點解咁對我？當初佢就入咗一個狀態，咁咪又唔係？你繼續講，喊得好緊要犀利，所以呢個信息就係俾好多而家嘅父母聽。你細嘅時候對個孩子嗰個心理陰影係好，個影響係好大好大嘅。佢冇諗過佢會影響到佢60歲。一路令到佢可能自信失信心啦，做嘢唔敢啦，個感情唔好啦，所以佢都係單親媽媽帶住2個嘅婚姻唔好嘅，因為嗰種佢都會逼急嗰種記憶喺佢嘅潛意識裏邊，當佢面對兩個感情問題嗰陣，同埋孩子嗰陣，佢唔識得用咩方法去處理，佢唔夠理智，亦都生唔到佢嘅察覺嘅力量，而每一個人都好難生起個察覺嘅力量嘅。如果你嘅察覺力量夠大嘅話，你係唔會有情緒。我想自己嘅一種 awareness， 嘅 awareness， 你嘅察覺力，我幾乎可以咁講，就係如果你察覺力好強嘅話，我情緒一上，你做咩我情緒上啊？你一定察覺到嘅。呢個唔強，你正有情緒啊嘛，你正任去。發出嚟喺度，我發洩啊，我好慘啊，乜嘢啊嘛？你嘅察覺力真係俾啲情緒撳到唔知病咗喺邊度。如果你將樣嘢拉翻上嚟提升嗰個時候，你係呢個咪智慧咯？呢個係智慧嘅一部分咯。你冇呢樣嘢，你就陷入咗一個冇意識狀態，咁咪喊完一大輪，我叫佢搵到枕頭抌完一大輪，咁就發洩咗。其實呢種發洩咧未解決晒，係啊，因為你發洩完咗之後，佢下次累積嚟出去又再重複再發洩嘅，佢需要再深入去俾佢明白，放低成長，因為呢個係內在小孩嚟，佢嘅 inner child， 個 inner child， 我哋每個人一定有 inner child 嘅，走唔甩嘅，一定會有，係你幾強嘅啫，同埋佢喺咩情況之下會出嚟，但係你嘅察覺力夠強嘅話，睇到。你可以慢慢自我調解，慢慢將佢帶縮到嘅，佢唔會影響到你嘅人生咯。有好多噶，有啲早幾個禮拜嗰個我真係做唔得啲咩。順豐啊，我好開心啊，終於打通啦！我同你傾，因為阿仔係早幾年六年前啊，28歲嘅仔癌症走咗，得一粒仔。佢有2個仔嘅，因為離咗婚，大仔跟咗佢嘅，但係我唔知係咩狀況啊。嗰陣打嚟話我3步我就拜拜咗，同我講3步，佢記啊停咗架車唔知喺邊度，類似咁樣咯，都好刺激啊。就有啲其實性侵嘅好多，其實性侵嘅撥電話嚟，有啲唔按你講，有啲私底下講完咗就同我講，其實我咁嘅情況我都係有經歷過性侵啊。哇，嗰啲就係婚姻好艱難協調嘅，被性侵過嗰啲啦。所以其實當中應該唔係叫你嘅無力感，而係佢哋自己願意打上嚟，可能都係佢哋解放自己嘅一種方式，去解救自己嘅一種方式。願意講已經係好難得咯，所以我講佢貢獻出嚟嗰樣嘢係好珍貴嘅個案嚟嘅。
咁峰哥，你係咪會將呢啲咁多年睇到啲個案，將佢變成電影，或者即係你好似今年嘅阿媽遊戲係啊？咁我當然知道同導演順源都有關係啦，啲入邊嘅故事係咪喺你咁多年當中嘅一啲累積？咁唔係啊，大多數都唔係，反而有佢啲嘢，係個案係嗰個懷疑太太臨路懷孕嗰樣嘢係我嘅古仔之外，虛驚一場之後，其他都冇啦。仔女方面都可能係接近啦，即係我都仔女都係一樣噶，咁大啊，相處嘅方式啊，咁嗰啲係有啲嘅，咁你自己本身當然啦，我哋一陣先至講廣告啦，由廣播到依家電影，咁前邊嘅幾年可能都有玩過一啲電影，拍過一啲電影。你覺得電影都係幫助你創造影響力嘅一個部分？其實電影反而係我以前讀緊書嗰陣最想要做嘅一樣嘢。電視劇、電影啊，希望去演戲啊。咁嗰時候有機會入廣播劇，都係希望騎牛搵馬，有冇有一日咧？演下廣播劇咧，有機會去演下戲啊。咁後來幾年之後，我都有拍電視劇啦。係啊。嗰個時候就發覺嗰個時勢係難啲嘅。90年代嗰個時勢入咗去，正明白點解馬來西亞難做，就係因為平台唔夠。好似譬如話嗰時候我有做關兩邊關啊嘛，咁我哋喺馬來西亞做宣傳咧，1個禮拜就搞掂噶啦。咁如果你去台灣咧去宣傳咧，係行個幾月嘅宣傳期，哇，個幾月點解咁長嘅？嗰度嘅媒體多啦，上電視節目多啦，上雜誌嘅訪問啦，報紙嘅訪問啦，電台嘅訪問啦，佢哋電台大大細細嗰個時候都有幾廿個咁多，淨係純中文電台，單單要排佢哋行程，跟住由台北走到去台南宣傳啊，校園啊咁樣。我哋呢度報章幾個，中文電台九幾年最多咪上2個，電視節目上翻我自己嘅飛魚音樂線咯。仲有咩？冇啦。校園他嗰啲走1、2個，大學你去申請啊，慢慢等啊。嗰個時候真係好艱難申請，即係1個禮拜跑晒落宣傳，即係發覺原來個平台唔夠。咁而相對而家嘅中文平台馬來西亞就強好多，機會大好多啦，就唔同你話啦吓。嗰時候係好想去發展，後來了解嘅情況就好似以前喺馬來西亞演電視劇嘅演員，你睇下，唔容易噶。係啊，你由以前去書啲好似睇住上，又冇咗個機會嚟啊！你話做演員又辛苦喎，咁所以嗰個時候就比較專注喺翻個廣播同埋個廣告啦。咁始終演戲都係一個夢嚟嘅，電影都係個夢嚟嘅。咁前幾部都係被請去做演員嘅啫，就冇話事啊，冇參與啊，製作啊，監製咁。呢個係第一部咯，叫做點樣嘅過程當中過癮冇？其實個參與講多又唔係好多，到參與嗰陣就太忙啦，一路想同順源一齊傾劇本啊，一齊參與。佢哋傾劇本啊，次次都大家得閒啊，夜晚9點啊，8、9點、10點一路傾，又要做早班啊，我要做早班。我同你傾，我翻去自己仲要睇新聞，就好多都參與唔到啦，只係參與成個製作啦、budget 啦、了解啦、邊個演員啦，到時嗰啲傾嗰啲就有，傾劇本就反而少咗咯。都有參與到，但係就唔係咁全面啦，成個。但係成個電影拍出嚟嘅反應都叫做唔錯啦。係啊，即係自己預測唔到嘅咯。可能你劇本之前睇咗啦，演啊，咁剪嗰陣就睇咗1、2版啊，究竟點嘅咧？嗰個時候係 feel 唔到究竟好定係唔好啊。所以因為睇多咗麻木咗，咁你就要等出嚟嘅反應咯。但係出嚟嘅反應係好，但係個票房當然就競爭力太大咗。係但係你點睇咧？係咯，即係大家百花齊放咁，電影係好事嚟嘅。不過百花齊放極都唔好太多咯，因為院線又係現實問題，院線又限。咁亦都有一啲係商業手法咯，冇辦法咯。好似我哋嘅科係100零個，人哋係去到400幾個，咁你係爭唔過人。咁爭唔過人都有另外一個講法，就係院線對你冇信心，係都係咁啦。我係第一部啊，
但係觀眾有信心啦，會唔會有第二部啊？當然希望有第二部啦，但係我諗第二部我自己覺得起碼要嚟緊喺香港上映睇埋個反應。因為而家都嚴格嗱，坦白咁講都未完全翻晒本。你仲要靠海外啦、線上啦，可能買埋啲網上啊、飛機啊嗰啲咁睇下翻嚟，起碼都翻，即係同啲投資者交代到，咁正有機會下一步咁。但係投資者其實好理解，投資者我哋拍完咗之後睇咗之後，佢哋其實自己都好滿意。個 feedback 係好好嘅。OK。就係嘅市場嘅問題嘅啫，即係口味啦，市場可能同埋宣傳啦。我諗，所以一部電影好多嘢嘅，唔係淨係劇本寫好拍好咗就一定係哇好好睇啊！自己覺得好睇實掂啦，咁樣唔係。有好似而家根據我所了解嘅中國同埋美國嘅模式都係一樣，宣傳費大過製作費。將啲錢全部抌晒去宣傳。我哋就冇咁嘅本事。因為我哋依家錄製嘅時間其實係3月尾，咁香港係5月先至會上映。5月暫時排咗係5月啦，係即係母親節嗰時候啦。都幾啱啦，母親節阿媽遊戲。其實我都當其時都喺度諗緊，點解阿媽遊戲唔係喺即係喺本地唔係喺母親節上咧？點解要趕住喺過年上？咁我哋唔係趕咯，我哋係最早我哋幾乎係本地入邊，我咁講，本地加埋香港，我哋幾 confirm 係最早籌備嘅一部電影。即係我哋喺2023年就開始寫劇本，所以我哋嘅劇本可以有足夠時間7改咧。第7版咧改到，即係由2023開始諗。其實我差唔多2022-23頭我就同阿順年睇呢樣嘢。正式 kick off 就2023開始寫劇本，改到2024，差唔多足足1年。OK 拍咁樣。係，其實我哋係好早好舒服冇趕嘅成個嘢。咁一路嚟都係 aim 緊新年檔嘅咁。OK， 我仲以為唔係應該係母親節上嘅咩？咁你就唔使咁即係同大家咁競爭啦。因為係咯，未有試過喺母親節，感覺上係一個睇電影嘅季節，要創造咯。係可以創造噶嘛？係嘛？因為我哋正式第一次個風險唔敢冒咯，因為你要同投資者交代，你要同贊助商交代，因為佢哋都會覺得農曆新年係一個比較 attention 高啲嘅。咁咯，創造啦，因為點講你都係廣告人噶嘛。係希望有嗰個機會下一次，唔一定係新年檔，因為新年檔太多人對埋入去。